威廉带头安第斯山脉，为头秘鲁南边的阿阿库桥太去。到冰了日，威廉要同家爸马是联络退休。那讲起一天，今日不卡会种当到青菜，主要是马铃薯。重要的经济来源是绵羊、嫩羊，还有青苔中的羊头，今日就差不多100只。威廉家爸听说爱套开发5000公尺的蔬菜荒漠，虽然你不卡当然，不过天价当便宜。羊头系为到今年珍贵的羊毛，系当羊的羊毛。威廉听说爱啲羊上健康来割，就唔会浪费羊毛。今年平时带头开发4300公尺的沃卡。呢位单车系有一件建房嘅传统秘鲁屋卡。威廉嘅妹维吉尼亚从来唔是读过书，佢当风险是得看到佢唯一嘅妹吉尼弗同威廉，还有其他世界兄弟向下去学校读书。目前威廉无专心读学校，佢同兄弟向下去钓鱼咧，夜晚同潜千好钓鱼嘅猥琐。今日上嚟钓到准鱼转去屋卡。屋卡千太看嘅每年背年，行行到自家來。7歲嘅野天弗雷多還未講當選手。我兩位釣魚是同算是個還有讀書共款重要，所以烏卡度千細漢嘅兩個細兒咪愛去學，你係今年見比嘅投資堂課。阿哥負責指導嘅人。雖然今年理解到當家，不過今年釣魚嘅技術，敢若是嚟講有個人嘅風格。不過今比威廉嘅釣邊做下冇魚識釣。所以為到澳門嘅老體嘅人崇拜，其實佢天頭稀土嘅水土求生，你係促進血循環真好嘅辦法。今日早晨，威廉同家爸去到奧克羅關室，
甲威利开发4000公顷。福泉山康嘅农民去甲位买杨桃木，杨桃木要做世界轻车法嘅工艺所用。一袋杨木系秘鲁嘅新黄金。一只杨桃一年会生产2-3公斤。威廉伫交易嘅时节要当军心。那个小拍200公克，都可能本家爸买唔起佢嘅专业铺。有时节买卖双方会冇欢喜。等15分钟了后，总算轮到威廉同家爸咧。今日对买卖嘅结果，起头当欢喜。这条钱是得买到20公斤嘅包肉，这系秘鲁料理当重要嘅食材。阿爸同商品一路讲上去屋卡。威廉家老妹今年不了解，认真读书系亲必要嘅。佢咪爱同热爱学习进度。此世嘅制作对秘鲁人来讲系太太相传嘅。200年前，牧民是想到爱同人牵动，将是得保存较久，咪较好带出去。这里蛮大家啲嘅秘鲁起司。威廉嘅咪用穷款嘅食谱做起司。结束，第2日威廉是爱去学校咧。虽然日头当热，不过咧高土嘅水还系当笨。佢会同3库4抢里来面子下入爱嘅面子。Aquí vamos a construir casa con tapial. 威廉嘅爸要准备讲起本家人，嘅爸准备去新嘅建房，本2個阿哥帶嘅。還要頭開拍4300公尺，還要天，是得講當車法。所以威廉唔是關鍵頭貪污金錢同專業做拍。叫我頭阿妹是頭讀書，唔是小講立足為小拍。威廉嘅熱愛鼓勵佢哋去讀書，咪希望佢哋是得成功，是得個比自家更加好嘅生活。因此佢哋有2棟屋。卡山腳下嘅間係本來睇老妹是得卡呢片去學校讀書。我照顧通屋嘅阿哥嘅呢是帶頭另外一間屋，他要愛行2點鐘嘅路。當日暗部，威廉同威爾貝爾是同阿爸到另外一間屋去照顧羊頭。同本樣個還有細人流落來嘅阿爸，仲係當手，不過咧係為到細人嘅教育。帶頭開拍5000公尺高嘅山區，威廉啲老講佢愛繼續讀書，有一日佢天出愛離開了。到時節咪人替阿爸來照顧通屋呢？我讀唔土嘅人，不過專業還係愛做。
encarga de la reproducción silvar. 我認真讀書，威廉將就較大嘅機會，是得去到阿庫橋嘅高中讀書。 Morfológica porque da forma a todos los seres vivos. Năm ngoái thành kiến阿妹流通福卡嘅裸體裸妹，阿不是睇我們愛用功讀書。 Minotauro y él. La tetera no tiene asa. Punto. Ya, استاذ كوزين هذا كوزين. Ya, pagar temprano, termina estás شوي. Ponyo كوزين. Ada punca. Cakap ni siapa yang mati? Điện影暗部山頂落太雪咧，寒天較早到來。威廉嘅爸已經出發去做嘢。本土比領土較高一chút，威廉實足經濟富太難。 Buenos días. Pucha, acá amaneció nevada, pucha. Sí, anh này cái sinh lượng, bốn William em cái bà đón xử lý, cái đi cái lại đón tí sự, có kia hay có cho bài tên nạn lưu hồng ở xe nhỉ. También pasa que pasa accidente. Xuất phát前，William 同阿哥ở同羊駝身邊出來。時間有習慣，裸體裸妹同下輩嘅活下定見嘅人。William 當日會帶裸體裸妹去學校，不過之前抓當選，今日大概2點鐘就會到位。 來到開拍4600公尺，日頭開始變雪融拍，天氣變得比溜冰場還較滑。我哋要阿爸嘅建議，本William是得行出一條當麻煩嘅路，雖然佢做是同路結合咧，不過佢還係當生意。 除了
了威廉以外，行了條路嘅人係當地嘅考驗。像安尼嘅高度，氧氣當坡係海平面嘅一半，所以做每一件事情都當困難。不過威廉佢哋會出現大旱，呢條路幾行年咧，佢幾經當關安鐵獅山高海拔嘅生活。建設對雪轉做太石頭，雖然係安尼，路途還係當冇安全。佢哋高海拔嘅地方，威廉一個人行，若講發生乜嘅問題，佢敢若是得一個人處理。我等見威廉來到嘅時，叫世嘅羅妹珍妮弗準備做酒。見個阿妹無菜，佢當日招選我去照顧奶牛。威廉嘅去學校路項，聽說我經過當道嘅山橋，個係要無力。比如政府已經有計劃開新嘅公路，不過威廉嘅呢，可比愛行新嘅路，愛花嘅時間更加長。莫名嘅呢，顛倒較好行500年前人家人行出來嘅路。威廉哋行了條路較急，不過咪較危險。佢嗰條樓梯有一日咪會行呢條路去學校讀書。佢等見嘅時節，佢能早日讀書，冇路教到珍妮弗，珍妮弗也冇看見人一下。平常時威廉都係用走嘅，唔過見比佢溜開咧。夜晚嘅腳步聽咗我較夾到。對天頂嘅雲看起來，表示講有可能會落坡，一套觸動接看到。我2點鐘嘅行路還要走，下降海拔700公尺了後，威廉夜晚總算到下鄉嘅屋下，同樓梯羅妹嘅人會合。威廉帶妻子落來，阿妹拖了位走。不過阿爸較偏好拖上背嘅片，本佢較早到。葉鐵同威爾貝爾當期待。不度嘅溫度比濕度嘅低，一餐做照本大家當小難。今日唔是準備午餐，甚至學校為準備。上課時間到咧，威廉聽咗愛擺出阿哥嘅家事。樓梯嘅人拖拖棒棒，嘅人拖撿東西，咪對快要開始嘅人行當期待。威廉家樓梯充滿飯粒出發咧。
同时有量建屋对威廉家爷儿来讲，真件是经济嘅负担。不过如果无安尼做，老太家呢都无可能当日去学校读书。对两位出发，单车要20分钟就好嘞。今日是得轻轻松松，都是得走到位，回家路途当心塞。今年份我同3間樓梯繼續行，離學校全堂只5分鐘嘅距離。威廉下忙到位，我就是拖山坑嗰塊地嘅位所。威廉出門快2點半鐘嘞。夜晚出門選到一趟7嘅路線，係一趟輕輕風下降150公尺崎嶇嘅徑。佢哋學校快要到位嘞，我嘛該是得本期通宵及讀書嘅上網。Buenos días, Alex. ¿Cómo estás? ¿Qué tal? Vamos a ir. 佢當歡喜是得看到其他嘅同學熱烈揭示。其他學生是從威廉捐款，大部分係對經濟嘅素材來，做下外行當然嘅山路。上課正式嘅時間係早上9點到下晝2點，你係為到本及晚到嘅學生冇錯過，所以上課嘅時間一般較彈性。Con la escolta para marcar el paso. De frente, march. 當日嘅課程係從向國旗行禮開始，一同國家致敬嘅儀式，使勢融入教育度。A la 2 de 3 vamos a cantar el himno nacional. 威廉當風神，同其他80屆學生唱下聽國歌，大家唱下來讚賞榮耀，還有自由。不過威廉同時沒想到，非常時節有較困難嘅上架路而登記佢。今日威廉同其他學生是得平安去學校讀書，特別係冇可能呢。Buenos días, jóvenes y señoritas. 就正常嘅日參時間，你所在係比如共產黨光明之路嘅地盤。喺1980年到2000年間，你革命團體同軍區間嘅衝突，造成大約有7萬個受害者。可別係到嗰個時代，威廉都捨唔得唱了晚安尼，穿過山坑來讀書。光明之路政府完配了後，在秘魯政府嘅推動之下，奧克羅小學是變做社會和平嘅象徵，還有保證。學得有了間小學，威廉根本也將是在想象那為一種未來。本期是得到秘魯首都利馬去讀大學，替自家嘅將來打拼。我哋應該學較三問題，拿到較好嘅分數。我若讀到唔曉嘅東西，我問問先生，叫我同我說明。我若功課有問題，半年我同我聽修。安尼哦。經營當好，當照顧我，未當有耐心教我。
祝啊，我嘛袂教我落题功课，因为各种嘅程度较困难。人人要互相帮助，才唔会流血。为咗替人人交学费，而牺牲当多，买支付受认同心，所以人人应该要认真读书，睇看了后做栋梁嘅人。